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美国甲伊朗伫巴基斯坦和谈，伊朗拒绝放弃核子计划，美国代表团宣布无协议回国。中国国台办公布上新10项对台政策，国民党讲这是第10回中国对台湾表达善意。苗栗县宫田宫白沙屯妈祖进香迎暗出发，专程8天7暝，今年有46万人报名参加。美国甲伊朗伫巴基斯坦的首都和谈进入第2天，也巴基斯坦的人员有出席。美国甲伊朗是直接对话，也这嘛正做华府甲德黑兰卖半世纪以来上关层级的会谈。不过3轮谈判安尼讲落来，也是讲无成。伊朗是拒绝放弃核子计划，也美国的代表团宣布无协议回国。北京官员指出，谈判采取直接对话形式，毋是进前传出会经由巴基斯坦来调解。头一轮会谈超过15点钟，双方一直讲到当地时间12透早。副总统范斯伫结束第3轮谈判了后，召开记者会，宣布美伊谈判也无法度达成协议。德黑兰拒绝接受美方的条件，代表团会伫无协议的情况下返去美国。Regardless what happens, we win. And so let's see what happens. Maybe they make a deal, maybe they don't. 这摆美方代表团是由副总统范斯率领，成员有中东特使维科夫，也有总统川普的囝婿库许纳。伊朗方面是由国会议长卡利巴夫甲外交部长阿拉奇率领，总共71人参加会议。巴基斯坦官员讲，整体会谈气氛甲进展大致上是正面的，不过伫荷姆兹海峡航行自由这重要议题顶面，双方存在明显无同的看法。伊朗对美国开出的部分条件是无法度接受。Their Navy has gone 158 ships. They have 28 water droppers, mine droppers, they call them. All of them are sunk. They probably have a couple of mines in the water. We have minesweepers out there. We're sweeping the strait. In addition to that, we're negotiating whether we make a deal or not. Makes no difference to me.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伫社交媒体 X 平台发文讲，伯克级的飞弹驱着舰小皮特森号甲麦克莫菲号已经通过荷姆兹海峡，展开扫雷征地部署。伊朗这边卫队是警告讲，会严厉来处置任何想要通过荷姆兹海峡的军舰。另外，美国最近媒体报道，有美国情报显示，中国准备也是早已经提供伊朗新型的防空系统这件代志。川普讲，若中国真正安尼做，因会有大麻烦。公视新闻单秋梅编译。来讲，国民党主席邓丽文访问中国上尾一天，今仔早起是去参观这个小米的汽车工厂，要阿嬷都会坐无人机返来到台湾。也中国国台办公布上新的10项惠台政策，包括讲推动恢复两岸的直航正常化，上海甲福建的居民会当来到台湾自由行。也国民党是讲哦，这就是第10回中国伫咧对台湾表达善意。也民进党这边是批评讲，这是对方伫咧经济统战。主席这边也，主席，这是你喜欢颜色吗？非常。这里中国科技头叫小米制造的电动车中体验，国民党主席邓丽文访问中国最后一日，为安排行程就是访问小米汽车工厂，也讲出来有不少小米的产品。哇，太棒了！难怪我老公这么喜欢小米的东西。谢谢谢谢。在邓丽文参观的同时间，中国国台办也公布上新一波10项惠台政策，包括推动恢复两岸直航正常化。上海市甲福建省居民来台自由行，在坚持就地强势反对台独的政策基础上，为台湾农渔产品进口建立沟通机制，甲稳准引进台湾影视作品等。国民党指出，这是第10回了后，中国对台湾释出的经贸力度。郑主席和习总书记对于两岸关系上的民生福祉取得高度的共识，我们中国国民党对此表示欢迎，也希望台湾有关方面大家共同来推动，不要受到任何阻拦，才有利于台湾人民。国民党副主席张英江呼吁政府爱为民众利益设想，积极回应中国，因为民进党立委无认同。中国所认定的交流都必须要建立在中国的框架底下，如果不愿意认同中国集权的统治，那么当然所有的开放、观光、交流就会被
立刻取消。都已经对外开拓市场，不论从美国或从日本，所以对中国的这个依赖程度越来越低了。所以这一套两套杀的方式，我相信不会有什么人会去买单。另外，立委指出，在中国几啊摆单方面禁止台湾产品输入了后，咱国农渔产外销已经大大甲中国脱钩，并无烦恼中国相关政策会冲击年底产情。记者综合报道。好，这敢嘛是中国对咱台湾的善意。昨暗7点外，伫咧屏东甲高雄有不少人看到讲哦，唔知影啥物物件伫咧飞，也后壁佫拖一条长长的火车。军事专家就判断讲，这是中国发射这辆3号飞机。针对这件代志，国防部表示当咧查核。好奇怪哦。民众看到奇怪飞行物体，赶紧翕落来。在伊暗时7点外，屏东甲高雄有本来民众看到后壁拖真长的火焰的不明飞行物，正拄到电视会期间，有人感觉是中共飞弹试射，也有人认为讲是火箭。伫社群平台引发讨论。从我录开始，然后大概有维持大概快15秒之后，它就整个前面的那个光点都不见，剩下后面的那个雾状。它不像流星说它这样一闪就过了，它是那种很慢，然后它就拖着尾巴这样子。这个飞行物对西南空域外海方向飞过，有网友以这时间地点推测是中国伫广东阳江近海这片太空位置发射作业的这辆3号运载火箭。中国用时刚刚真暗也发出发射影片，发射地离台湾南部大约是820公里。军事专家也是相关的看法。捷龙3号依照公开资料显示，它的最大筹载量是1500公斤，也就是1.5公吨。那照中国就是相关单位的资料，它是在进行所谓互联网卫星的布设，也就是低轨卫星。那它就是要跟伊隆马斯克的 Starlink 进行着竞争。专家讲，这辆3号是民用的火箭，也毋过会使减水军事用途，提示台湾必须要提高警觉。国防部才甲相关单位伫协查。另外，国防部也公布11到12日透早为止，有共计2架次、共男8架，甲公布船4架伫台海4khu位啊活动，各军者严密监控。记者综合报道。中东战争也未收煞，地区国际油价来大起，也韩国的油价嘛在咧贵起哩。韩国的政府就宣布讲要发补助给民众，也这就引起咱民众的讨论，讲咱政府敢卖来发补助？咱经济部表示讲，台湾政府为了控制油价，咱国内油价也是比韩国的更较俗，所以未得韩国来发补助。也学者就提醒讲哦，台湾的油啦、台湾的电啦，拢无起价，是预期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会当控制伫2%以下。不过，就要注意台电甲中油了钱的状况。国际油价因为中东战事影响，最近激烈波动起价。韩国政府宣布，月底会针对超过6成民众发放高油价1万金，金额上悬大票13000块。外界关心国内敢是会得力发放。我们有亚联最低价，还有包括专案平稳的措施。我们现在33.9，像韩国的话是51.4左右。我们希望油价不要升高，因为它会推升整个物价。经济部表示，未抵韩国的措施，严格油价波动一定影响物价。政府会继续观察市场状况。除了行政院逐礼拜召开民生安定专案，国发会也透过稳定能源供应、稳定民生物价等7大主要措施，降低国际情势变动对国内影响。根据政治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今年第一季 CPI 年增率 1.23%， 虽然还未到2%通膨警戒线，也不过油价要注意刷落来 ，CPI 油源有机会向顶悬提升。石化直接的这个产品，跟它间接的产品价格都受到管控的情况之下，它要去导致 CPI 大幅的上涨，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啦。那你说会不会有人因为说，现在大概这个物价，这个油价的上涨，然后来说我要涨一点物价，这个可能性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大家民众对物价起会出现起价有期心理，国发会已经强化跨部会民生商品价销监测，经济部逐礼拜监测指标餐饮商品价销，毋望稳定国内民生物价。记者综合报道。马祖的大代志，今年苗栗县宫田宫第3座马祖进香迎暗出发，全程有8天7暝，今年就有46万人来报名。即马都有未少香灯卡是提早到，直接去到火车头附近的公园大报名，为暗时的活动做准备。伫柑仔石帽的香灯卡12点时就陆陆续续来到苗栗白沙屯的宫田宫，因拢是要来参加一年一度白沙屯马祖进香活动。
有热心的民众伫现场发这个酸痛又鼓又步，香灯卡拢会免费来领。因为这礼拜天气拢袂歹，上高温大概拢会超过30度。江田宫庙前有店头拍一个水果汁的冰沙，会使互排队免费领。活动个伫真热的天气会使啉一凉的。另外，有补给站伫活动前一天就开始传啊，亲像包啊、番麦、茶米卵，也有胖这真侪物件，互香灯卡会使指邀一下。前一天就开始准备。前一天好。对啊，然后我们都是来自不同城市集合起来的。今年的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报名的香灯卡有46万人，真侪人12早时甚至是11就提早到江田宫，有时直接伫火车站附近的公园大步棚来休困。总是要有地方可以休息啊，不然晚上没有体力。因为今天比较早到，又有位置，我就先搭个帐篷。今年的粉红色超级跑车马祖成桥，除了白沙屯马祖、三边马祖，也有芦竹马祖，是头一摆三马公桥，会伫12暗时11点55分登桥了后出发。总统赖清德是预计伫12暗头到位来参拜。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方便民众看食品的营养资讯，卫福部推动新制度，针对糖、钠、甲饱和脂肪等3项营养素，用红、黄、青这3色落去分级标示。卫福部长赵总良就表示讲，这项政策会来结合健康码，收集点数换健康食品，按算伫下半年来实施。不少人爱食美国挂包鸡肉钱签订重口味的食物，也毋过食侪恐惊对身体造成负担。为了方便民众辨识食品营养资讯，卫福部规划推动红黄绿3色分级标示，希望对民众选买食品有帮助，做出较健康的选择。可以啊，因为小孩的健康、大人的健康都很重要啊，至少知道这些东西哪些是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毕竟有些东西摄取过多的话，对身体健康是不好的嘛。举例来讲，当100公克固体食品的饱和脂肪大过等于4.5公克，糖大过等于15公克，液体食品每100毫升的糖大过7.5公克，就标示做红色，属于爱暂时摄取的高风险食品。当固体食品每100公克的糖加过1.5公克，液体食品每100毫升的糖加过2.5公克，就标示青色。若是伫人和面之间标示黄色，而且未来也会甲健康币结合，会当变换彩色的健康食品。未来呢，我们有健康币推出的时候，我们当然优先健康币能够兑换的就是健康食品嘛，所以搭配这个健康食品，那么绿灯的未来就是首先会纳入可以兑换的。赵总良强调，这项政策是参考澳洲、纽西兰等其他国家经验，采取较当理解的方式来标示，希望改变民众饮食习惯。现在采取主观性质，毋望引导业者调向青色标准研发食品，预计下半年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讲第一批印度移工可能上紧伫咧今年来引进，也都有民众呢对印度移工有一寡固定的印象，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来提案，要求政府讲爱先确保个人的治安，无限期暂慢引进印度移工。到即马已经超过27000人次来赴议。要针对这件代志，劳动部是强调讲会对各方面来评估，请个人放心。劳动部长洪胜汉进前备询时有讲，头一批印度移工可能上紧今年引进，引发讨论。有民众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要求政府优先确保民众治安，无限期暂停引进印度劳工。赴议人数增加真紧，到即阵已经超过27000人次。产业需求也是要去了解，还有去处理。可是同时，一些民众关心的重点，我们也是要去兼顾，必须要去设想，去做好一些相关的配套。根据劳动部统计，到今年2月，台湾移工超过86万人，主要来自印尼、越南、菲律宾、甲泰国，也蒙古、甲马来西亚移工真少，甚至是零。相对亚洲其他国家，日本有15个来源国，韩国17个，新加坡11个，台湾的来源明显加真少。专家坦白讲，社会对印度人无信任，真多政府引进印度移工的政策，敢若亲像浸水的米色歹芳。产业低薪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要先去解决。第一薪年轻人
他每个月领的薪资偏低，没办法去养活自己的时候，他根本也不会考虑要去结婚生子，都用一些偏颇的，甚至于说违反事实的言论在评论这个问题。那同时又跟我们国内的政治又扯上关系嘛，这样就会造成双方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对民众的反对声音，劳动部搁再讲到会对产业人力需求、民众的关心甲配合的完整这方面，以及具体议程，拢会好好来评估监督，袂火讲去做。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拼观光，台东热气球嘉年华会今年要引进吉卡娃造型，希望讲休热的时阵会当吸引愈侪人去佚佗。也4月11暗时，台东县府甲日本业者的乘用无人机摆列，公布全球唯一吉卡娃热气球的图样，也找到成5000多人去观赏。昨一暗，台东县立体育场5粒标准热气球入球，点到夜空。官府提前3个月宣布，今年休热台东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会伫鹿野乡高台举行，也提前公布今年打造的新造型球及卡娃图样。夜空中无人机陆续摆列出一卡娃的各种造型，每换一个图样，拢互现场5000多位动漫迷欢呼。真期待会当看到真正的一卡娃造型热气球。我今天以为有吉卡娃，结果只是玩偶而已。很可爱啊！我特别喜欢小巴。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捌伫2023年创下旅游人潮突破100万人次的高峰，也毋过2024甲2025年受到东部地震甲风台影响，虽然已经打造2粒日本动漫角色古水的造型热气球，也毋过人潮也是无到70万人次。也毋过今年继续甲日本动漫业者合作，高出地授权打造全球头7粒动漫。以卡娃造型热气球，希望吸引休热东部各路人潮。7月份已经有旅宿业接到5成订单。日方其实是对于我们的工作这个守则是非常好的。我们从昨天晚上、今天早上电话没有停过。这个吉伊卡哇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威力应该是非常强的。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为7月14到8月20，伫鹿野高台举行。旅宿业者希望观光署也会当推出增加更加优惠方案，带动东部各路观光人潮。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天眼系统监测民众的一举一动，是全球上大的面部辨识监控网络。也英国伦敦讲要抓罪犯嘛，伫咧做，这2当时已经抓超过1500人。虽然讲这个执法的效率有提升，不过市民是真烦恼，惊讲个人的隐私受到侵害。伫咧伦敦，无论是坐地下铁，还是行伫咧路里，头壳顶拢有看袂到的目睭，当咧甲你看。世界拢有电眼会当侦测咱的面，甲警方的犯罪资料库连线。若发现通缉的盗罪犯，就会当当场抓人。这已经唔是科幻电影，是伦敦逐工强准的生活。Every time it goes and puts a box around somebody's head, it's doing a comparison against the watch list. You've got 16,500 people on the watch list today. How many people are you able to scan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do hundreds in a minute. So we've done this at large-scale events such as football fixtures, where you've got the game finishes, so you think you've got 60,000 seats stadium. 这台红色的车停伫咧街仔路，就是指挥中心。伫外口待命的警察就会拿到一支专用的手机啊，犯人若出现，手机啊就会随淡水嚟。You click on the person walking through, then you'll get obviously a better image of them, what they're wearing, etc. 这个记者当场试验，伊的面互灌入去盗罪犯资料库，行伫咧路里无几秒钟，随后监测系统锁定，锁落来，警方的手机啊就淡水嚟，收到伊的相片。经过测验，警方伫咧1点钟内会当侦测5个人。这套系统甲警方办案的效率超悬。First time we deployed live facial recognition in Brixton, we arrested 17 people in about 5.5 hours. On average, it takes 1.5 to 2 days to look for and hunt down one wanted individual on average. 2年以来，这套系统已经帮助警察抓到超过1500个罪犯。警方会伫咧大型集会活动当中使用侦测系统。2025年诺丁汉嘉年华顶头，警方用这套科技抓到61个通缉犯，其中包括这个已经逍遥法外要10档的查甫人。目前英国计划伫咧全国装电眼摄影机，不过嘛有质疑的声音。Why should I be documented up and down the street? I want to be a sovereign, free human being. Yeah, uncomfortable. But I understand the reasoning. If you're doing it on the basis of a facial recognition where you're connecting it with something else, then that's less random. So probably
less discriminatory, maybe better. 目前英国还未针对面部辨识有更较有路的规范，非政府组织谴责警方使用的方式无透明，呼吁要加强保障措施。You could have people on these watch lists who potentially could be a witness to a crime or might know somebody who might be wanted. Children as young as 12 have been added to these watch lists. Again, the police have not been able to tell us why. 目前伦敦已经变作是欧洲监控上严格所在，不过有足侪摄影机的功能足歹的，相关单位嘛准备这批设备升级，要安怎确保监控是因为安全，无侵害到隐私权，而且保障民众知的权利，市政府是毋是会当伫咧公共治安甲个人自由中间建立信任的关键？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咱买鱼的时阵，头家会甲人客斗拍篮，也即马西班牙的研究团队就发现讲啊，这个鱼篮的家园两百透明个轮会当做人工感冒，目前是已经完成动物实验，也会当人体临床试验的结果。这个机器采出来布片是用鱼篮做的人工感冒，经过采测了后，这个感冒就会当透过手术，该安置俾人体代替原本感冒的功能。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研究人员发现鱼篮的妙用，因使用去细胞化甲去钙化的技术，对鲤鱼和其他无同款鱼种的鱼篮顶面提炼出家园两倍基质，这个造成高透明度甲强韧性的人工感冒。These tissues could solve problems, diseases, and disorders in something as fundamental as the eyes. 包括圣塞西里奥大学病院在内的研究机构协助进行实验室甲动物试验，发现鱼篮提炼物甲人体组织有真好的相容性，较袂产生排斥的反应。专家表示，鱼篮表面粗粗无平，拄好正适合感冒的细胞生长。西班牙的人工感冒技术唔但成本低，而且原料真好处理，唔但会当大大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嘛会当为渔业废弃物找到新的转型出路。目前这项新材料伫咧实验室甲动物实验当中，拢展现了正理想的功能性结果。研究团队表示，未来10年内有希望会当通过人体临床试验。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咱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27度至32度，中部地区28度至32度，南部地区27度至32度，南部地区26度至30度。外岛地区20度至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明仔载港节时间再会。